各位粉絲、各位朋友，我叫香港祖哥，我係一個 YouTuber。嗱，較早之時咧，我係用咗1年半時間咧，就由0粉絲咧去到而家大約係126000嘅粉絲啦。嗱，前面呢個銀牌同埋個證書咧，就係 YouTube 頒發俾我咧，夠咗10萬粉絲嗰個證書同埋銀牌嚟嘅。嗱，仲有啦，我用咗6個月時間，就將我下邊嗰啲學生咧推佢成為一個 YouTuber。嗱，最快嘅時間係4日。最耐嘅時間咧，都係10零日咧，就能夠正式成為一個真正嘅 YouTuber 啦。嗱，仲有啊，如果你係開創公司嘅你、小老闆嘅你，又或者打工，甚至乎退休人士咧，其實都好容易適合做呢個 YouTuber 嘅。只要你懂得 YouTube 嘅流量密碼。嗱，嚟緊我將會開班啦。我將會開班係教大家點樣去用最短時間同埋最簡單嘅方法，成為真正嘅 YouTuber， 因為我懂得 YouTube 嘅流量密碼。好，嗱，記住啦，嚟緊嘅11月22號係11月22號啊，下晝嘅2點鐘至到4點半鐘，一共個半鐘頭時間，有免費嘅試堂啊！你哋千祈唔好錯過呢次機會，因為如果你錯過咗，可能唔知幾時我先會再開班㗎啦。嗱，記住啦，如果你真正想成為一個 YouTuber， 而透過 YouTuber 賺線上嘅錢、賺線下嘅錢，甚至乎好似我咁同各大公司去合作探店啦，亦都有同一啲品牌嘅合作啦。嗱，呢啲機會咧你就唔好錯過啦。真正成為 YouTuber 嘅你之後咧，可以開拓你嘅事業，亦都咧可以令到你嘅人生咧充滿咗光芒啊！嗱，再講多次，嚟緊嘅11月22號下晝嘅2點半至4點鐘有免費試堂，你哋可以揾小助手 WhatsApp 小助手報名，咁你就可以得到呢個免費試堂嘅機會。記住座位有限嘅咋，如果你錯過咗咧，唔知幾時再有噶啦。好啦，嗱，機會就擺喺你眼前啦。希望喺呢個11月22號，我見到大家啦，多謝。